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咧今日咧我哋就會去珠海嗰個晚雪匯冰雪樂園去滑雪啦。咁呢個就係 Jessie。Hello。咁我就係 Oswald。Hello。咁我哋而家就會出發啦。咁我哋去到造型俾大家睇係點噶啦。因為咧我哋電腦我哋係網上買咗飛先嘅，所以我哋要去呢度，就係咁樣噶啦，去收9點。我哋要買手套，我哋要買手套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我想買手套，你有啊？你有冇手套啊？咁咧就一定要買手套嘅，因為咧佢所有嘅票啦，其實都係唔包手套嘅。咁咧大家一定要買手套。咁樣手套咧就100零蚊人民幣到一個咯就。咁之後咧就要嚟到呢一度去攞衫啦，就要報你嘅身高啊嗰啲去攞。跟住就要拎，跟住就要拎鞋啦，就去到呢度行前少少。就要拎個鞋啦。好的动作別多做了，做了它就變成硬性了，知道嗎？有教盤中心喺度，但係都好貴，我見到個價錢都比較貴。咁我哋而家就換完衫啦，好重好熱啊！大家望下，呢度就係入口啦。咁呢個就係雨雪區啦，但係我哋要坐嗰個車上去滑雪嗰度滑咯。人咧就唔係話好多嘅，大概就係咁樣啦。而家唔係人好多，所以新手咧係 OK 嘅新手。咁我哋而家就要着咗個呢個先嘅，咁我哋而家就要試一試，睇下係咪真係咁，我哋唔知會唔會咧，唔可以講粗口，唔可以講撲，我哋試下先。如果你係一個新手嘅話咧，嚟呢個場真係非常之適合嘅，因為人流真係超級少。加進去一下就可以了，一下就行。拖怎麼拖？只需要把它打開就 OK 了啊。這個非常簡單，最主要的在哪裡？在這個背板，背板是用來幹什麼？是用你後面的小腿啊，用力的去壓它的。為什麼壓它？在這兒的板體非常光滑，兩邊這條鋼線你看到它是非常鋒利的，我們叫它板刃。靠近背板的刃，就腳後跟的刃，咱們叫它後刃；腳尖的刃就叫前刃。這節課咱們就學後刃的剎車，後刃怎麼剎車？就是用你背板的力量。用你背板的力量用力的向後压，压得越大速度越慢。但是如果你压得过大，你就会坐下啊。所以说这平衡感我会扶着你走道。你的前刃如果放平，那么你就会透过去。就是前刃是一直离开地面的，只是离得高低而已啊。记住了，前刃千萬不可以碰到地面啊。摔倒，你站起来。当咱们穿上方面不要摔跤的话，你只需要降低重心，坐下就行了。手是干什么？手是抱胸的啊！看我，要降低重心，撞，随便让它摔啊！来撞出去，让这个刃，一手扶着这个地，好，来1、2，好，站直，能明白吗？如果前刃有一样。前刃在摔的时候，咱们只需要站住地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手是用这个平面着地的，啊，看好，慢慢的站住中间，
咁上完教練嘅堂之後呢，咁我哋就即刻去實戰啦。咁大概學咗1個鐘頭到啦，就已經完成剎車呢個動作啦。見到啊！咁我哋咧而家就滑完啦。咁咧我哋滑完咧，其實都已經腰酸背痛啦。冇錯。係啊，所以而家要去揼骨咯，我哋而家。咁我哋就嚟到呢一間自然湯泉啦。超級多人咯，我想講。房間過夜標準。有啲房咧，睡眠區唔使錢嘅，得你班人都幾多嘢。哦，藍湯呢度就係藍湯啊！咩啊？我哋唔好浸咯，我哋入去換咗衫先，跟住之後食嘢先咯，就出嚟咯。因為食嘢喺度嘅，就換衫，跟住即刻出翻去一齊。哦，即係會 meet up 嘅。會 meet up 嘅，哦。咁佢呢度咧就係大堂。咁如果你過夜嘅話咧，就大概300蚊港紙到啦。咁有免費嘅水果食啦，同埋免費嘅嘢飲。另外佢仲有提供免費嘅香大雪糕啦，咁就你想食幾多都可以拎嘅。另外佢仲有提供免費嘅 VR game 玩。另外佢仲有提供免費嘅網吧。韓正中日調理工咧係溫熱協航工。佢呢度雖然有提供唱 K 啦，但係要收錢嘅，一首歌6蚊，15分鐘就大概16蚊。咁如果肚餓嘅話咧，咁佢裏邊都有餐廳嘅。自己坐。咁如果食飽之後，如果覺得悶嘅話咧，咁佢其實係提供咗好多免費唔同類型嘅遊戲機啦。好正喎！早餐。咁我哋段片咧拍得778嚟，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頻道嘅話咧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啦，拜拜。